跟随耶稣的门徒，看到视角一直去模糊，复活显现成就预言，喜樂的傳教救靈魂。耶穌將佢嘅12門徒叫嚟，授予佢哋制服邪魔嘅權柄，可以驅逐魔鬼，醫治各種病症以及各種嘅疾苦。呢12位宗徒嘅名，第一個係稱為伯多祿嘅西門，同佢嘅兄弟安德肋，載伯德嘅兒子雅各伯，同佢嘅細佬若望，斐理伯同巴爾多祿茂，多默同埋稅吏瑪竇，阿耳斐嘅兒子雅各伯同埋達陡，熱誠者西滿同埋負賣耶穌嘅猶達斯伊斯加略。耶穌派遣呢12個人，囑咐佢哋咁話：外邦人嘅路，你哋唔好去；撒瑪黎雅人嘅城，你哋唔好入。你哋寧可往以色列家迷失咗嘅羊嗰度去。你哋喺路上應該宣講咁話：天國臨近咗啦。病人，你哋要治好；死人，你哋要復活；癩病人，你哋要潔淨；魔鬼，你哋要驅逐。你哋白白得嚟嘅，亦要白白分施。你哋唔需要喺腰帶裏面帶備金、銀、銅錢，路上唔使帶口袋，亦唔使帶2件內衣，亦唔需要着鞋，亦唔使帶棍杖，因為工人自當有佢嘅食物。你哋無論進入咗邊一個城或邊一條村，查問其中邊個係當得起嘅，就住喺嗰度，直到你哋離開。你哋進入嗰一家嘅時候，要向佢請安。倘若呢一家係堪當嘅，你哋嘅平安就必降臨到呢一家；倘若係唔堪當嘅，你哋嘅平安仍歸於你哋。若有人唔接待你哋，亦唔聽你哋嘅話，當你哋從嗰一家或嗰一個城出嚟嘅時候，應該將塵土由你哋嘅腳上拂走。我實在同你哋講，係審判嘅日子，索多瑪同埋哈摩辣地所受嘅懲罰，比嗰座城所受嘅還要輕。睇下，我派遣你哋好似羊進入狼群之中，所以你哋要機警如同蛇，純樸如同鴿子。你哋要提防世人，因為佢哋要將你哋交俾公議會，要喺佢哋嘅會堂裏面鞭打你哋，並且你哋要為我嘅緣故被帶到總督同君王面前，對佢哋同外邦人作證。當人將你哋交出嚟嘅時候，你哋唔使思慮點樣講或者講啲咩嘢，因為喺嗰陣時只會賜俾你哋應該講啲咩嘢，因為講話嘅唔係你哋，而係你哋父嘅聖神喺你哋之內講話。兄弟要將兄弟，父親要將兒子置於死地，兒女亦要起嚟反對父母，要將佢哋害死。你哋為咗我嘅名字，要被眾人所惱恨，唯獨堅持到底嘅，先至可以得救。但係幾時眾人喺呢座城迫害你哋，你哋就逃往另一座城去。我實在話俾你哋聽，直到人子嚟到嘅時候，你哋還未曾走完以色列嘅城邑。冇徒弟能勝過師傅嘅，亦都冇僕人能夠勝過佢嘅主人。徒弟能夠好似佢嘅師傅一樣，僕人能好似佢嘅主人一樣，咁就夠啦。若眾人稱家主為貝爾則布，對佢嘅家人更應該會點呢？所以你哋唔使怕佢哋，因為冇遮掩嘅事，將來唔被揭露嘅，亦冇隱藏嘅事，將來唔被知道嘅。我喺暗中同你哋所講嘅，你哋要喺光天化日之下報告出嚟；你哋由耳語所聽到嘅，要喺屋頂上張揚出嚟。你哋唔使怕嗰啲殺害肉身而唔能夠殺害靈魂嘅，但更要怕嗰啲能夠使靈魂同肉身陷於地獄裏面嘅。2隻麻雀唔係買1個銅錢咩？但若果冇你哋天父嘅許可，
佢哋之中連一隻都唔會掉喺地上面，就係你哋嘅頭髮，亦都一一數過啦。所以你哋唔使怕，你哋比好多麻雀還貴重呢。凡喺人前承認我嘅，我喺我天上嘅父面前亦必會承認佢。但若有人喺人前否認我，我喺我天上嘅父面前亦必會否認佢。你哋唔好以為我嚟係為將平安帶到地上，我嚟唔係為帶平安，而係帶刀劍，因為我嚟係為叫人脫離自己嘅父親，女兒脫離自己嘅母親，兒媳脫離自己嘅婆母。所以人嘅仇敵就係自己嘅家人。邊個愛父親或母親超過我，唔配係我嘅；邊個愛兒子或女兒超過我，唔配係我嘅；邊個唔背起自己嘅十字架嚟跟隨我，唔配係我嘅；邊個獲得自己嘅性命，必要喪失性命；邊個為我嘅緣故喪失咗自己嘅性命，必要獲得性命。邊個接納你哋，就係接納我；邊個接納我，就係接納派遣我嚟嘅嗰位。邊個接納一位先知，因佢係先知，將領受先知嘅賞報；邊個接納一位義人，因佢係義人，將領受義人嘅賞報。邊個若只俾呢啲小子中嘅一個一杯涼水飲，因佢係門徒，我實在講俾你哋知，佢決唔會失咗佢嘅賞報。喜樂的背派前作證，喜樂的為人服務，傳揚天國的喜訊，勉勵罪人悔改獻上。聖經注釋：按選民12支派嘅數目，耶穌選咗12宗徒，或者稱為使徒，作為新以色列選民聖教會嘅宗師。當時佢打發佢哋，要佢哋只係給予以色列家迷途嘅羔羊宣講福音，因為以民係天主嘅選民，有聽受福音嘅優先權。耶穌升天嘅時候，先至命令宗徒去外邦傳教。耶穌教訓傳福音嘅，唔應該依仗金錢財物，而應該依仗福音本身嘅德能。為天主工作嘅人，天主自會照料佢。弗土係經師教訓猶太人，由外邦進入正殿前所應行嘅一種象徵行為，表示自己與敬拜邪神嘅人完全斷絕關係。呢一度係以唔接受福音嘅猶太人同埋外邦人作相比，唔係耶穌願意至親不和，而係佢嘅福音作為反對嘅記號，因為唔信嘅要反對嗰啲信嘅。喺第23節裏面所指嘅迫害教會嘅事，都十分短暫，不足害怕。而勝利常屬於耶穌。貝爾則布本為培勒舍特人神奇嘅名字，後轉為魔王嘅稱呼。